因为是在楼上生着。不是，现在是。要不要做一起？因为我要来，这个，你先点咱家是怎么样？我不紧张。啊，你说是什么吗？有。好，我们要来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各位朋友们，请往前坐，请往前坐。现在人没有很多，那个第5排之后，应该第4排以后都可以不用坐了。对，应该坐着下。来，往前。往前啊，不然我要点名啦。第4排以后不要坐人，所以你如果坐在第5排开始就要起立啦。是的，感谢你儿，我们非常的温馨，很开心又来到这边来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现在站起来，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孩子，是被拣选的孩子。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拍手，唱这首《拣选》，十字架的大人，救我们。
你拣选的孩子，我们要用爱来拥抱这个世界，我们要用爱来去拥抱这个城市，我们要建立起合一的教会。我们在哪里都要来赞美你，我们在哪里都要来敬拜你。是的，主，太阳升起的那一天，我们要心来赞叹你创造的荣耀。神啊，不论过去如何，不论将来如何，我们都要全心全意来赞美。哈利路亚！我的灵要赞美你。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唱你荣耀，不为我去忧愁，也不管接下来如何。在黄昏时，我仍要赞美神。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你是慈爱，你是慈爱，从不轻易发怒。你名伟大，心全然良善。你给了美好，我要扬声歌唱。千万个理由只为歌颂你。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高举你的双手来赞美。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大声地来唱，更深的坚定唱。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要向神献上赞美，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要在这里献上赞美，不论困境，不论喜乐，我们都要献上赞美。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开启我们的口来向他感谢，向他赞美，一起同神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来赞美你。虽然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你总是让我们依靠着你，我们总是有欢喜有喜乐。神啊，恳求你来补足我们那一切的不满。神啊，你来
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声音。我的灵赞美你，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上帝一次开口，尽我所有赞美你的声音。是的，主，我们在这里赞美，我们在你的圣所当中来赞美。我们无论遭遇什么事情，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来赞美你。是的，主，你温柔的圣灵照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可以安息在你青草地。我们要更深更深的赞美你，你拣选了我们，要出向万民来宣扬你的福音。我们要在灵里打赢那一场胜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哈利路亚！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生命，你用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
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要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要声歌唱。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要声歌唱。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慢慢来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来对圣灵来唱主温柔的圣灵。主温柔的圣灵，让我们来感受，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使我心得满足，使我心得满足，主慈爱的真理。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使我感受你的爱，让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所站的地方，就是神今天要再次呼召你的地方，就是起初神呼召你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你遇见神的地方。主圣灵要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着那真实的平静和安息。主的真理要在我们当中，唯有主的真理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完全的满足。就在这个地方，神今天要触摸你的心，神今天要对你来说话。就在他呼召我们的地方。在呼召我之
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再唱一次，我们单单来向神唱。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单单来对他唱，对着耶稣来唱。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更多来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我们更多来宣告，在我行走时，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当彼得来到摊子的面前，他看见这个摊子没有办法行走，就倒在那里。彼得告诉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透过那个宣告的人，要流出去，流向那需要医治的地方，需要恢复的地方，需要合一的地方，需要重拾呼召的地方。神今天就在呼召我们，他在向我们说话。感谢神，让我们在敬拜中，我们就先来遇见神，遇见那个应许我们，又应允我们，又在我们生命中应验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敬拜，愿你悦纳，你悦纳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你的祷告上帝听见，你的祷告上帝听见。
学1周、2周刚开学，我看到那个远方从台南回来的，还有屏东回来的，还有哪里呢？还有哪里？还有从英国回来的，被发现了。当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个我们可以请后面，请起立，我们来欢迎你们。那个我们可以请那个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可以起立吗？叫做徐义竹，是哪一位？可以挥挥手吗？哇，欢迎你！另外，哇，这姓很特别，是我应该没有看错吧？姓索，对不对？哦，太厉害！这个这个姓我还第一次。索慧萍，欢迎你们！的那个弟兄姐妹就可以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现在是国一，升国一吗？还是国一升国二？不是，是小学生国一。小学生国一，好，请坐。听说是那个我们很久不见香林长老的那个学生，所以香林长老跟你左边的这一位，也是我们学校老师，也是学校老师，请起立，让我们来欢迎你们好吗？好，你们一定想说这两位学生是香林长老带来的吼？不是哦，是佩仪姐。大家知道佩仪姐是谁吗？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子君跟子云的妈妈，那是他朋友的小孩。结果他们来到教会了之后，发现香林长老竟然在这边，这是他们的老师，国小的老师嘛吼。然后更妙的是，他们在桃园国中的时候就听过迦南教会哦，所以我们每次线上的服事、线上的敬拜，还有我们手所做的事，可能现在不记得，但是哪一天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会提起我们曾经所献上的。好，还有新朋友吗？或是久久不见的朋友？有吗？有吗？那个。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报告。我没有那个按那个，对，谢谢。好，这个10月1号第2场礼拜中要召开临时会员和会，大家都知道那天要选什么？长子。对，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投票资格的，请一定要在当天出席第2场礼拜，投出你神圣的一票，然后特别为这一票来祷告。然后9月28号之前，如果那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真的没有办法投出你神圣的一票的话，就跟小组长和小会书记用书面，不能赖，不能 FB， 不能已读不回。好，就是要用书面写好，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请假哦。最重要的不是请假，最重要是出席啦。跟你旁边说，出席很重要。出席很重要。好，我们第2个是品格科学假日班，今天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有看到那个我们那个神学生 PO 的文的话，你就有看到他们今天非常主动，听说非常主动的上课，然后非常专注，然后老师问什么问题就马上举手，我想知道，我有问题什么的。就学习的非常主动。那在接下来呢，仍然在这个报名中。那如果有这些小朋友他的家长，同时间我们互相提醒，同时间也有这个家长成长班免费参加，就是小朋友报名的家长就是免费参加这样。OK， 好，要记得。好，第3个是。生日助学金到9月30，跟你旁边说9月30，之前要赶快
快交出来，交出要不是只有填那个，然后就请教会的牧长或是会长签就好了，要附上你的学期成绩单对。然后像余文干事提出申请，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了吧？余文干事挥手，对，请大家及时的赶快申请你的权益这样。总务组招募小帮手，协助整理爱餐跟奉献。我最近发现，其实当陈汉组长他没有办法出现的时候，有些人会默默的来帮助他。但是还是要在这边邀请说，如果你已经有在从事的服事，或者是你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可以来跟陈汉来报名。好，下一个是招待，也是一样哦。招待，当一个人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他遇到你，可能就是他关键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参与，要不要继续认识，或者他有疑问要问你的时候，我常常在我们当中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怕神不是慢热，跟旁边说慢热，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闷烧，跟旁边说闷烧，对，就是要烧出来，好不好？上帝是让我们从里面烧到外面，不是那个烧，是烧。好，请赶快向玉萍长报名。然后10月9号到10号社青出游，那如果要参加的人，要赶快向社青团契的会长报名缴费，缴费才算，口头不算，要缴出你的600块。对，好，所以要赶快来报名。另外是，对，然后9月24号就是星期天9点50的时候，学青团契要支援医疗关怀的服事，9点50分在教会1楼集合。我们的会长在哪里呢？会长举手。你们来的时候就是找他。有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已经来过了，因为没有看到了我就走了这样，或者是不知道9点50分，不是9点半，也不是10点50，也不是11点才起床，9点50教会1楼集合。然后10月7号学青团契呢，9到12月的庆生会在7楼的副堂，就是这里，邀请9月、10月、11、12，然后继续算下去1到8月的人一起来为9到12月人庆生。好，欢迎每一个亲友或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或是你觉得他生日你没办法帮他过到，你就邀请他来，我们一起帮他过。好，那10月7号也是社青团契的职场见证分享，在1楼的地方。然后属灵家长装备课程，今天是第3次的在这里上课。下个礼拜因为补班课的关系，所以我们10月7号才第4次上课。如果你没有办法出席的人，请你一定要事先请假，而且另行补课。那这个属灵家长装备很重要哦，这是在教会我们现在青年，还有我们成人、松年，全教会一起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在参与受装备，然后一起在我们传福音，或者在我们建立关系，在我们装备上面可以更多来认识。有些人真的是怕生嘛，就是慢热闷骚，所以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分享福音。那你可以来上这个装备课程，帮助你来认识我要怎么样跟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我觉得他很需要的人来分享。好，所以邀请大家可以继续的如果你没有报名，明年还会开课。那今年有报名的，请你一定要把课程完成。好，那这也跟我们明年开始的装备开始的小组非常的有关系。好，下一个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奉献是我们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你的恩典每天
生接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请起立。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接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们在天上的父，已经因你的宝血能够挽回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敬拜，我们读你的话语，乃是为了要更多亲近你，更多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学期或在一切新事物展开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各式食衣住行上面都能够得着神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在任何事上都能够与主你同行，将我们的眼光对准神，让我们去思想神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主啊，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大家平安。这个时间跟大家再次见面。哎呀，小鹿乱窜嘞！哎呀，真的是好久，很想念大家。一个月才在周六晚上跟大家见一次面哈，非常想念大家，所以非常想念这个位置。虽然这个位置已经被年轻人取代了，这样哈。哎。好吧，我还是放手了哈，而且他比我还要优秀，比我还要年轻，好，那我想这是对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来做对的事情，所以这我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起来征战，说，哎，我要不要来啊？我不要来啊！我要不要来啊？我要不要放手啊？今天就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不断要起来征战的事情，你今天赢了吗？你今天跟什么征战？你赢了吗？我们要来看第一场，在出埃及以后，摩西带领一群本来在埃及为奴、成为奴隶的，奔向自由的旷野之路，第一次打战，赢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我们要一起来读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预备好以后，我们这边有荧幕哦，精彩的哦，今天是战争片哈，来看一下。好，一起。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人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兴起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
和亚玛力人征战。阿们。这是这一段在记载着摩西带领着这个百姓出埃及的第一场战争而这一场战争看起来是赢还是输？输。赢还是输？赢赢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学我们怎么样有赢的人生，我们怎么样赢得人生。今天要来教我们也要起来征战，你相信吗？你每天都在征战，你现在也在征战。说等一下音乐牧师看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要拿手机出来滑。我到底要不要滑？我是要滑到圣经那一页，还是我要滑到哪一页？因为我们其实都在征战。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音乐牧师今天讲，我们每天都在征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即将可能会发生。这个在前2个礼拜那个世界4大狂人北什么？北一狂叫谁？金阿贡然后再来一个人家说西什么东什么东邪西进还有来一个什么美国的什么川普2个在那边高来高去一个就放氢弹，然后日本也在那边紧张的要命因为从他的领空过不是1次而已上个礼拜我记得上个礼拜又1次而且这次听说可以射程更远再下一次听说就直接到美国了啦所以看起来好像要战争的样子前奏。好，那么在圣经中，战争跟征战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起来，同心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起来同心战争不要好不好？没变。尤其10月1号那个长子选举，请你不要变不用变输赢，好不好？但我们要随时都要来征战。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战争。在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如果你对照英文，战争它都用的这个字，英文我不太好啦就自己读了就这样下面 B 开头的是这样还有 W 开头的还有这2个 W 开头的这就是战争的意思。那么征战呢？今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刚那个北韩那个跟那个穿什么服的，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什么日本那叫什么时事有跟上了他们是真正嘴巴在那边喷口水，在那边战争，在那边骂来骂去而已吗？来唬去而已吗？其实他们最主要是他们的内心在做什么？在征战他们的内心有怎样？有怨恨他们的内心有什么？有嫉妒吗？他们内心有什么？有争辩吗？没有，不是我的错。谁说有气没有关的？不是德武的错了，都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是什么？内心的情况。可是你会发现，内心的情况会反映在哪里？外在的就要怎样 fighting， 对不对？我内心想要的贪婪，就会怎样展现在外在，就会怎样争夺。英文老师不要笑，fighting 不对你等一下再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在人际之间吵架打架也好，在民族跟国之间的战争也好，其实你要看的是不是外在的，而是你内在的什么征战。我们国跟国不就是为了什么贪婪吗？不是就为了谁要当大哥吗？不是就是嫉妒的问题吗？不就是你上次让我难堪，我这次要好好给你 biang biang 土城那个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不是外在，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起来同心征战，特别是这一场战争，是摩西、亚伦、户珥他们所打的第一场战，这么重要。为什么重要？哪里重要呢？
我以前小时候读这场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流行看，不是篮球，我们流行看什么？那时候晚上起来看什么？鸭子嘛，有奖棒那个就是跟我同一辈的啦哈。半夜起来快输了全世界的扫把，我就怎样举起手来，我就学摩西。亚伦赫尔叫我哥哥跟我姐姐帮我扶手，结果有赢吗？有了，我们那时候红叶呢，吓吓叫，现在没有了哈。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我们真的可以举起手来，真的可以赢吗？今天要告诉你，可以。所以接下来25分钟的时间，我们专心，好不好？好，手机不要看，那个颠也不要管它，哈，好，就看这边。好，我们重新来看，亚玛力人其实说起来就是那时候摩西带领这个埃及王子，有没有看电影嘛？至少看电影哈。我们他带领他们要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这个过程，他们是在旷野，而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文讲亚玛力人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为什么这个以前呢？在出埃及记14章以前，今天是读17章，也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不管是十灾或者是出埃及没多久，耶和华在14章14节总是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什么？不要作声。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只管就看所信的这位上帝怎么作为就好。你需不需要在那边擦擦条？要不要？没啊，你就静默就好，看耶和华怎么做新的事情啊。但今天的经文呢，这次一样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地和以色列人征战。到了17节的时候，主就说不一样喽。在这个民主在这个民主上帝所带领的这群他所拣选的百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让你很好，日子很好过，你就看着神怎么做。但是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已经要起来征战，跟神来同工，不是你在那边看就好了，不要讲就好了，不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也一样。你会说，为什么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国渊，你信主还没有满3个月，对不对？2个月还没满哈。2个月了。已经快满2个月哈。你现在是最好过，现在叫蜜月期。你跟耶稣基督的蜜月期，因为你像小婴儿，主可能跟你讲，你就静默的看着我来怎么做。但是呢，我来选一个，我不是说呢年纪大，而是说他信主其实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他那个。我来找那香菱长老好了，虽然你跟我一样18岁，我们2个同年的了哈。好，你最近有没有那个不用做事、不用征战的，然后就赢了？有还是没有？我有，每天都会跟事情征战，每天都要做选择，每天都要做选择。其实那就真的，因为心里会挣扎，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长大，这个历程过程中，我们就要起来征战。所以。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神要我们起来跟他一起征战，是要锻炼我们的肌肉。好，那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的这个前后文。这个时候的选民他们是怎样？他们肉体这样软弱啊，他们这个那时候为什么常软弱呢？因为他们怎样？这个没有经文好像是别的版本啊。这个的经文是在写在这个17章1到7节的地方，我们可以自己看哦。你可以这个看，就是他们常常想这样，没有水喝就在那边一直吵。你要害死我们啊！我们在埃及地，我们起码有水喝啊！你带领我们来在旷野都没有水喝啦，肚子很饿啦！你叫我在那边还有吃香喝辣的，来这里一天到晚只有怎样吃土啦，旷野嘛。就怎样，肉体常软弱，嘴巴就怎样，臭亮嘛。刚姐，我们会不会这样？会我们同节的同一级的信心不坚固的时候也会，就怎样，怎样，你就是要害我们的就没有怎样，缺乏那个怎样
危机的意识。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时候就是在那边懒散啊，在那边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因为他们怕征战，所以信心不够。摩西就带领他们走绕的远路。他们危机意识不够，说在旷野原来还有一批很强壮的人，那个人叫做什么？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他们专门做什么的？他们专门刚刚在这边你看渴了要喝水啦，就发怨言啦。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啦？有没有搞搞量？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哈！你看你都是你，所以人我们就说人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啊。为什么会10之8九？我们的神怎么这么不爱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怎样？不如意的事情10之1、2就好？为什么是8、9？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就会产生冲突的情况。冲突就是怎样，两方的行为怎样，互相的这个因着这样，当2个以上各有自己的期待，而又知道结果只能有一个，那时候就冲突了，是吗？所以在这里也要冲突了。什么冲突？就开始会有征战。亚玛力人想要抢谁的？因为听说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个法老王给他们很多什么金子银子，所以他们就要来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他们想要抢这个以色列的这些金银财宝，那么这个仇敌这个亚玛力人，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怎么这么行？在旷野，他们怎么这么行？以色列人他们几万、几十万人呢，他们就可以也这么行。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仇敌。先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亚玛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战，他们在游牧的民族，他们在哪里都能够这个骁勇善战，而且他们主动挑衅、残忍无情，他们是好战。为什么？其实亚玛力人是谁呀？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亲戚呀。在创世纪的时候以撒这样，他就说你的兄弟、你的弟弟，就跟这个以扫说，你的弟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抢走了。以扫就说，我这个弟弟他名叫雅各，岂不是就正是这样对吗？因为他名字就是欺骗，他欺骗我2次了，现在又来夺我的长子的名分。那我讲这个做什么？因为亚玛力人的祖先是什么？以扫。就是过去在他们世世代代中曾经抢了他们的祖先雅各的这个名分的，他们从过去就怀恨在心，而他们被逐出去，没有办法有这个长子名分，他们就流落在怎样，成为游牧民族，到处就怎样就打这个抢劫，而且这个亚玛力人专门攻击人家的弱点。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没有水喝一下，没有水喝一下，没有得吃，已经很怎样，很疲乏困倦，甚至他们里面已经开始怎样吵了。这个亚玛力人就很善于观察，清楚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人一举一动，针对你们的弱点就来打击。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子来观察，而且从背后，是会从背后亚玛力人就是从背后，你的敌人不会正面来的啦，正面来那个叫做4大运啦，那叫比赛，不是叫战争。他们是比赛，不是仇敌总是从背后来，伺机而动，怎样趁虚而入，而且一次就给你要你的命，这叫做什么？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离我们很远哦。今天、现在，可能等一下就要发生，可能明天就要发生。仇敌他等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弱点在哪？所以在圣经当中，《生命记》就再一次那时候再一次讲，你们要注意，你们要纪念，你们注意，你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亚玛力人在路上怎么带你们，怎么对待你们，你们要记住。这个亚玛力人怎样？他们在路上遇见，趁你疲倦的时候击杀你。就跟以色列讲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这个亚玛力人，你就知道这个亚玛力人就是趁着别人怎样
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来攻击。所以今天的经文不奇怪，他们打定主意想要抢，他们才刚从埃及带了法老送他们的金银财宝，想要来这个打击他们。这个是以色列人要面对这个强盗一样的这个亚玛力人，他们的生存的这个危机。那么也有内忧哦。哪里有内忧呢？刚刚我已经讲，亚玛力人他们观察很仔细，你仔细的看这一段经文，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跟我们讲怎样，叫怎样？那时他们来攻击摩西，对约书亚，约书亚是下一辈哦，说你怎样？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拿着上帝的杖。这不奇怪吗？谁才是当家领袖？摩西，你自己打仗的时候不战，你跑到哪里去？山上看什么？修台，看被修台。你是领袖吗？你是当家的吗？你不觉得奇怪吗？亚玛力人早就已经，敌人早就闻到你身上哪里是你的弱点，哪里是你放不下，你最在乎的。你可能最在乎是你的男朋友，他就从你的男朋友来下手。当亚玛力人他看一看观察，为什么叫做他的内忧呢？你知道吗？亚玛力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要跟很多人都要很好的关系，不然他们去偷袭人家的时候，后面会有人来攻击。所以亚玛力人要跟谁结合？米甸人。请问一下，摩西的岳父，这个字怎么读啊？叶什么？叶特罗。叶特罗是什么人？米甸人啊。亚玛力人跟米甸人是怎样？麻吉。如果你今天带领的百姓在那里，你心里会不会起疑？为什么在这么大的旷野中，亚玛力人知道我们在哪里？难不成是那个什么西的摩西串好谁？敌人亚玛力人要来打我们吗？因为你想要战争了，哪有人要战争才要换将的？哪有人要战争的时候，领袖没有在下面战争？好，我到上面来，看你们战。想啊，所以这是内忧，这是信任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摩西不能在场上，他只能在什么？在山上。但是他说这样，我不是不关心，我为你们怎样举起神的杖。这个杖是什么？杖是他平常怎样在用的这个器具嘛，他以前是牧羊的嘛，这是他的杖。这个杖跟平常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上你的算盘、你的计算机、你在联络的手机，你所用的、你最熟悉的，若是神要用它，就是你的神杖。你平常所用的，你弹的琴，你打的鼓，神所拣选你，你唱的歌，你打的电话，你做的贸易，你每一天打电话给某人，晚上跟他一起祷告，你拿起那个电话，就是神的杖。拿起那个你身边神呼召你的，你就可以被神用，那就是你的杖，你就可以举起手来。要做什么？举起手是要干什么？罚站吗？你有没有看这个经文说怎样？他就举起手啊，拿起杖举起手，要做什么？要敬拜，要祷告，要仰望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关键的时刻，摩西选择退到后面，神也允许，因为这是神的办法。神不再说我静默，我不再静默，我要好好的让你们以色列人看看
你们猜想的是错的，你们居然还认为摩西串通什么亚玛力人。好，我就让他到山上，摩西在山上也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意念牧师虽然现在周六，我决定没有要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仍然可以举起手来，为大家来祷告，为大家来征战。所以我们不是孤单，音乐牧师仍然会为你们提名来祷告。有任何需要带到，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影片，一个见证。所以亚玛力人会选关键时刻，我们的敌人也会选关键时刻，在我们的最软弱、最痛的地方，要我们去面对，要我们去面对那个挑战。这个环境可能很陌生，就像我们去新的学校一样，而且甚至我们可能觉得，哎，这些这个神迹都是啊，这个都是哎，我看多了啊，反正上帝会保护我啊，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啊，不再新鲜了。不是，而是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能够平安度日，有多少人为我们祷告？特别主耶稣圣灵为我们祷告。我们要起来征战。山下的团队，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选好了兵，选好了这个领袖，他们去征战，计划推动，去评估。但山上的人呢，摩西、亚伦、户尔，他们没有闲着。虽然他们被怀疑，但他们是属灵的领袖，他们有属灵的遮盖，他们策略就是祷告、寻求跟守望，这是重要。因为怎样？他们的彼此的配搭，各就各位，他们顺服神所设立的职分，神所赐的这个杖。因信称义，我们因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羔羊，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这个义是算作是判你没有罪，叫做义人，是因为主替我们赎了罪，他成为那个羔羊，用他的生命替我们死。本来我们该死的，替我们死，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算为没有罪的，才能跟神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仰望神，我们没有高举这个羔羊，没有举起手来敬拜、来赞美这一位为我们死的这个羔羊，我们没有称这位神，没有赞美他为我们死，成为沉默的羔羊，只有这个我没有用。阿姨姐，我们就要常常举起我们的手来，举起这个牧羊这个棒，我们举起手来，我们来称赞，用凭信心，我们来成为神称我们为义人，而我们才能够彼此来搭配。摩西举起手来，以色列就得胜。什么时候累了，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也就是他垂手以色列人就输了。我不知道山下的人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法则，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法则？如果我没有祷告，我没有请大家一起为我用祷告来征战，我就没有力量。幸好从经文里发现，山下打仗的人发现了山上的人只要垂下来，他们虽然有力量，但总是一直跌倒，他们总是一直输。可是山上的人只要一举起手，他们本来要该输了，可是他们却能够反败为胜，他们却能够从败部复活。这都因为怎样？神的手特别方式回应摩西，使以色列的内忧，就是在摩西这个领导的危机跟这个外患上面可以迎刃而解，是因为山上祷告决定山下的胜败。所以在阳明山读书这2位神学生，请你们常常要举手，我们山下能不能打赢哈？尤其你们在神学院比较深，你们的代祷每一个学期每一个青年，山上祷告决定山下。我们祷告就是属灵的征战，举起手就是摩西，这个就是在讲，就是在祷告。而得胜祷是要持久恒切，坚持到底的，坚持到底，没有看情绪的。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属一个身体，
我们互为肢体，所以我们要连接在一起。我们彼此的代祷，这是一个很强的力量。我们彼此代祷，可以决定我们在这地上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战胜。我们基督徒要的第一个征战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一起来读经。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要赢过肉体，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我们第二个要征战的是，我们要赢过这世界怎么讲？说我们要穿名牌，这世界说我们要这个跟着流行不，我们要赢过这世界。来，我们一起来读经。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们基督徒第三个征战就是撒旦，这些像亚玛力人一样，他要胜过我们，他要掳掠我们，所以我们要警醒，一起来读经。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我们要在这三方面，我们都要得胜，因为主是我们的旌旗，因为主就是得胜。因为耶和华尼西再一次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赐予我们得胜的操练。得胜是要操练，怎么操练？赢过我们的肉体，赢过世界，还要赢过什么？最后一个要赢过什么？撒旦。好，所以这不是轻轻松松躺在那边就好。那怎么赢过？举起我们的手。这个人叫史托维尔，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过去是无神论，他曾耗过许多的精神在研究原子，就原子弹那个原子啊。在这个过程中，他常常碰到一个没有办法求得解决的这个答案。可是，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不但这个他的这些的这个去研究的有助于科学，也帮助他改变他的人生观。怎么改变呢？就要说，他们有一个仪器是可以去测量怎样那个能量。于是他们就选了一个脑癌快要死掉、身体很不好的人，他们很想知道这一个脑癌的人快要死掉的人，他常常说感谢上帝的话，特别是赞美神的是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拯救我的主，主啊，你是创造这世界，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们要测量到底那个能量有多大。而且想要看你死掉的时候，他的灵魂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他们就等到他们就用这个仪器，这个仪器它可以有正负500度，而我们看到那个无线电台输出的电力是5万瓦，可是，在那时5万瓦可以对全世界发这个广播，可是那个指针只会指到哪里？正9度，可见怎样？要到正负500，那可是很大的能量，对不对？因为能广播到全世界，也都指针只有在哪里9而已哦。于是他们找了这个妇人以后，这个妇人已经到了人生最后那一点，他们放了很大声，可以很大声的麦克风，他就已经快要断气那一刻，看他嘴巴还在念，那个麦克风很大声就讲：主，我要感谢你。你拯救我，谢谢主耶稣，你十字架上的宝血。主啊，求你赦免我得罪人。主啊，那些得罪我的，我也赦免他们。大家听到这个广播，很感动，连这个科学家都流眼泪。可是突然，他们听到仪器上就那个仪器测的哒哒哒的声音。居然指针指向哪里？基督，
500度。所以他们再一次说，原来这个感谢、这个赞美的祷告是可以到那个能量到500度那么大，而且它是因为这个刻度的限制，不然它可以更高。当然，他们也有做过实验，当一个恶毒的人杀人、幻想杀人，或者是已经死刑的人，在他快要那个哀怨的时候，他那个说出去的话，测出来仪器什么？多少？负多少？500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嘴巴不要坏坏不要嘴巴坏坏。诺贝尔得主这个博士说什么？祈祷是产生能量最强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用？阿们，是最强。所以好不好？我们起来征战，我们起来建立神的教会，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想要看一段影片，可这个影片有12分钟，可不可以？这个人，好，这个人你们认识吗？他已经不久的人了哈，不是，我是说他在台湾不久了啦哈，请不要误会哈。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在我们的当中他用影片跟我们说 hello 跟说 goodbye 好，他要来见证上帝。你们都认识他吗哈？他叫阿曼达。我只认识80几公斤的他，很轻。这个这么瘦、这么美丽，比我还美丽的，我不认识他啊。好，我们来看，来听，我喜欢他说的。Hello， 大家平安，我是阿曼达。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镜头讲话，有一点紧张。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妈妈她在6月底的时候，她上班骑摩托车上班的路程中就被后面的摩托车追撞，然后直接左脚踝直接被撞断，然后包括骨头、韧带、神经就是完全的分离，然后开放性骨折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然后我中午接到我妈妈的电话，她在救护车上，然后就是惨叫，因为非常痛。然后她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后来她就要被送去医院，所以就挂掉电话了。那我那个时候非常紧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应验牧师。那他就了解我状况之后，就非常的关心我，然后并且就发讯息在各个群组里面，然后邀请大家能够为我妈妈来代祷。那包括4千人传道，他也立刻就联络我，然后陪同我一起去台中，然后去医院看我妈妈这样。那我妈妈她就是经历了手术，很长的手术的时间。然后后来就住院了1个礼拜就出院了，但是因为他的伤势真的太严重，所以需要很长期的复健。那他也没有办法工作，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连要拿拐杖走路都很困难，所以就完全的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样。所以我就在台中待了大概2个多礼拜，就完全的在照顾他。然后我想分享的是，在最近大概出车祸之后的2个月，因为他2个月都没有办法上班，而且他又住在公司的1楼是店面，他又住在店面的楼上。那因为没有办法上班，然后老板也就是不想要继续做这个店面，想要把它收起来了，所以我妈妈她就要被赶走这样。他就请我妈妈要赶快找到住的地方，然后请她搬离。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我们家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让我妈妈来使用，因为我们又住的比较台中很偏僻的地方，然后没有交通工具可以让妈妈去找工作、去找房子，所以我们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需要买车子，然后也需要去租一个房间，让我妈妈能够搬去那边稳定。
然后再来就是要找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只能继续的祷告，而且我那个时候在学校也有很多的事情，就我没有办法每天都在台中去帮忙他，去陪伴他，但是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这件事情，并且我也在台中找一个教会，我先去那边认识，因为我妈妈她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先到台中一间长老教会，然后去跟他们认识，然后告诉他们我妈妈的状况，然后他们也很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去探访我妈妈，对，然后就是透过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资源，然后他们的关心以及带导。大概是2个礼拜前接到老板的通知，就是说要请我妈妈搬离开，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急，因为老板是一个就是说什么就要做什么的人，所以我们很担心还没有找到房子，还没有找到车子就被赶走，所以我们妈妈就是非常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妈妈车祸。祸不单行，还要被赶走，没有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车子，什么都没有。但他只有主耶稣基督，像刚才4千传的拜路祷告一样。当彼得看到美人一个缺角的，金和银我都没有，唯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我们的阿曼达在迦南教会8年。8年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要帮他讲完见证，就是他所遇到的困难，透过肢体爱的网、祷告的网。他妈妈找到车最便宜的、最好用的、最好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房子，在1楼。再来就是他有了聚会的地方，弟兄姐妹带领他自己写了一个祷告词，感谢这一位上帝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有为他祷告，在主的面前你都有份，你都有权，神都有纪念。你有需要人家带祷，你有要起来用祷告来增加，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也呼召你起来，一起用祷告来征战，彼此扶持。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自由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
我要献上敬拜。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不着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应允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主你必要保护保守我们，你圣手要如此带领。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照顾，圣灵此时此刻激动我们心来回应你的呼召，这个感动，这个行动要持续到永永远远，直到主你再来。阿们。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请坐。在坐下来之前，我们跟左右隔壁的我们祝福，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美好的事要发生在你身上。国高中在7楼小组，然后大研在6楼，社青在1楼。